大眾野火會山嶺上，悠悠綠草天生天養。香港天朗氣晴，見到綠油油嘅山景，真係身心舒暢啊！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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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。喂，邊條友阻住本船嚟嘆世界啊？發哥，西貢幫旅客截車，發哥同司機 selfie 勁親民。紐約有個奧斯卡影帝李安納度做咗公公婆婆嘅人肉 GPS， 香港都唔弱啊！日前讀者何先生爆相爆片，話本身諗住由西貢出返市區，但喺北潭路野生捕獲發哥截車。Hello， 你車佢哋去東莞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留意翻，佢唔係自己搭啊，而係幫Do Re Mi 3個遊客截的士。嗱，我哋有問咗 Google 大神噶，大神啊，北潭路行入東壩要幾耐啊？至少2個幾鐘。搭車呢？1分鐘，1分鐘。唔怪得啦，發哥唔想旅客行得咁辛苦先幫人截車。仲有啊，佢有求必應，同阿何生啊玩 selfie， 主動拉何生喺車頭度影相，角度靚啲。親民成咁，香港旅遊大使仲係你？